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這個網貸，聊聊網貸是如何在精密的算法下圍獵年輕人。一個普通年輕人透支了最後的額度，從優質客戶淪為數據塵埃。鳳凰網5月8號刊登一篇報道，它的報道標題就很震撼，叫8名網貸設計者揭秘大廠如何吃掉一個普通人。吃字打了個引號，實際上就是毀掉一個普通人。這個讓我想起了這個遊戲的設計，這個遊戲設計也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我們以前搞游戲設計，那就是利用這種成癮性呢，處處都是坑，讓你一不小心就要掏錢，讓你正上頭的時候你就得掏錢。我想這個網貸設計恐怕也是這個思路，處處給你挖坑，一不小心你就掉下去了。鳳凰網這個報道作者叫李秋涵，我們看看他怎麼說的。他說00後李明是老同學眼中別人家的孩子，那就是很優秀嘛。他在重点大學讀着自己夢想的心理學專業，還計劃念博士。每次和父母去親戚家吃飯，親戚們都會誇他優秀，媽媽嘴上客氣地說哪裡哪裡，但他能感受到媽媽一直為他驕傲，這就是別人家的孩子。然而沒人知道他正背着16萬的網貸，債主分別是杜小滿、美團借錢、某打車平台的滴水貸，都是大廠。這樣的故事在互聯網上並不罕見，但我們要說的並不是一個年輕人沉淪網貸的故事。李明的手機裡誘餌無處不在，從先用後付到默認白條或月付，再到優惠券引流，各大 APP 將網貸入口藏進日常場景裡，背後巨頭們早已瓜分好領地。據艾瑞諮詢，螞蟻、字節、京東、杜小滿、美團5家平台在2024年壟斷了近80%的互聯網借貸市場。這張大網裡站滿了負債前行的年輕人。尼爾森曾調研，中國年輕人信貸滲透率達到了 87%， 也就是觸手可及，也就是在你不經意的地方，你一不小心你就遇上了網貸。其中互聯網分期產品以 61% 的使用率遠超信用卡的 46%， 成為年輕人首選。許多中國年輕人第一次接觸到信用消費，就是在購物、外賣、打車、短視頻這些日常 APP 的支付頁面裡。即便深諳心理學，李明也低估了這套系統的威力。他歷經嚴密的法務審核，披着合規的外衣，貸款利率不超過年化 24% 的紅線，協議看似透明，連廣告都顯得溫情脈脈。海報上的寫着伴您幸福出發，它像空氣一樣彌漫在生活各處，精準捕捉每一次消費衝動，讓人難以掙脫。這一切究竟如何做到？鳳凰網接觸了8名網貸產品設計者，6名來自大廠，2名來自網貸頭部公司。他們細緻解碼了一個合法圍獵人性、為慾望量身定制的互聯網貸款世界。當借錢已經成癮，李明們早已分不清哪些原始慾望源於自己，哪些只是被精心餵養出來的條件反射。入口的誘惑，要不就試一下。李明的好奇心和需要錢的緊迫感終於壓倒了理智。貸款流程比他想象中更順滑，填姓名、上傳身份證正反面、人臉識別、同意調取徵信報告。只是在填收入時，他頓了頓，按生活費選了2000到3000元一項，不到1分鐘，屏幕閃爍，貸款額度發放，給到他的是43500元。他緊繃的神經瞬間鬆弛了下來，這個巨額數字讓他感到驚喜。他以前只從父母或電視劇裡聽說過貸款這個詞，總覺得那是一件大事，要有抵押物，金額也大，一貸就是10萬。現在幾乎不需要任何條件，只要點一個按钮進去，他就會告訴你能給你這麼多錢。每當還款日逼近，焦慮總會將李明拽回那個下午。那是2023年5月，大四畢業後的一個午後，空氣裡彌散着一種躁動。聚餐
告別旅行。不到半個月，李明就花光了2000元生活費，他已經紅着臉向家裡要了1000塊，勉強苟到月底。就在這時，同學發來邀約，去看音樂節嗎？門票400塊。我沒錢這3個字卡在他年輕又自尊的喉嚨裡，沒說出口。宿舍安靜極了，只有他一個人。他的視線落在手機屏幕上那行字查看額度，也就是你可以貸款多少。2個月前，他隨手打開百度 APP， 開屏杜小滿的借貸廣告一閃而過。如今他再次百無聊賴地點開百度，在 APP 右下角我的一欄看到杜小滿，一個念頭醒來，給我的額度會是多少錢？在李明想要借錢的時候，這種好奇心變得更加強烈。這已經是他和網貸的第3次對陣。2019年讀大一的李明第一次接觸花唄，成為當年支付寶號稱5億信貸用戶之一，一個月透支了1000多元。緊接着疫情封控，他被困在家，外賣和網購都停了，沒了向父母要錢的借口。人生第一次逾期，解封返校後，他拿到生活費立即還清錢，決絕地關掉花唄，再沒有用過。2022年他大3，一次巡傳的外賣消費裡，美團將月付視為默認支付方式，他沒留意就完成了付款。彈窗隨即出現，告知他開通了這項信貸產品，這是他最常遇到的網貸入口。抖音月付、京東白條莫不如此，把信貸產品視為默認支付方式，他每次都得留神別點錯。所以說，這個貸款的入口它就是個陷阱，無處不在。你手稍微抖一下，點錯你就背上貸款。這就是咱們很多平台公司的邪惡的地方。他點外賣不多，每個月只是200-300元的額度，但怕養成超前消費習慣，2-3個月後便關閉了美團月付。但李明不知道的是，為了讓他這樣的用戶心甘情願地交出那一記點擊按下查看額度這個登錄按鈕，2000公里外的張揚曾在互聯網大廠的格子間死磕半年。张揚比李明年長10多歲，這位大廠網貸業務的產品經理，愛琢磨文學和心理學，還順手考下了心理諮詢證。他日常工作就是通過調整網貸產品的頁面，在毫秒之間和用戶的猶豫心理做博弈較量。從李明進入產品頁面那一刻開始，登錄是流失率最高的一環。張揚說，80%的用戶會在這裡放棄，而他們獲得這些新人，每一個都是花了500元廣告費才拉來的。為了留住他們，團隊得想盡辦法，也就是讓李明能夠看到這個頁面，把這個登錄這個頁面能夠觸達到李明的眼前。網貸公司差不多平均一個要花500塊，這就是利益鏈條。登錄，立即登錄，試試看，快速查額，能想到的詞全整上去了。張揚笑着搖頭，他電腦裡全是測試文檔，用戶打開 APP 看到的第一屏，他半個月試了上百種樣式，20-30個版本，同時比拼。這些只有1-2處細微差別的頁面，同步推給2-3千個像李明一樣的小白用戶。有人看到試試看，有人看到查額度，也是不同的人顯示是不同的頁面，就是為了吸引你，這叫精準營銷。你看我們的聰明都用在了割韭菜。接着張揚坐在電腦前，像盯着股票大盤一樣，盯着那條用戶點擊率的曲線，最終查看額度4個字在所有版本中勝出。改動剛上線時，用戶點擊該按鈕登錄的比例漲了7%。這藏着心理學的門檻，他語氣裡帶着幾分得意，解釋說用查看額度代替登錄2字，悄悄幹了2件事。第一，讓用戶清楚下一步要幹什麼，消除未知。第二，降低決策成本，勾起一個人對自己身價有多少的好奇心。為了讓這個誘惑更有吸引力，張揚們連文字背景色都測試了紅、白、藍3版，最終藍色勝出。顏色微調帶來的用戶轉化率提升最多 0.1%， 但在100萬級用戶面前，那就意味着多出1000個李明，每人貸1萬，按3%的利潤率
輕鬆多賺30萬。張揚笑稱，這足夠老闆請全團隊喝奶茶了。而這僅僅是一環，以前登錄 APP 又輸手機號又等驗證碼，這3秒的空白足以讓一個猶豫的人退出。現在部分網貸平台直接和3大通信運營商合作，實現一鍵免密登錄。你看看運營商在裡面幹啥？運營商難道是白白配合嗎？對吧？這裡面都有利益，這樣就讓用戶跳過了那段糾結的時間。這一套思路的核心很簡單，優化信息展示，簡化流程，讓人更順手的完成動作。如此妙招很快成了行業默契。類似的按鈕在各大平台流行，也就是你這麼幹，人家好多人山寨，在这個盯着你的，你這麼幹，人家馬上就學，一學就普及，是吧？一學效果不錯，都這麼幹。於是當李明在那個悶熱的下午隨手點下那個藍色按鈕時，他覺得自己只是在看個數字，至於數字背後還跟着什麼，他還來不及想。文章說，左手放出借款，右手推薦理財。叮，手機一震，1000元入賬銀行卡，前後不到5分鐘，銀行通知短信彈出的那一刻，李明心頭掠過一絲意外的驚喜，太快了，就是順手這麼一借，1000塊到手。他完全不懂什麼是年化利率，即便這數字超過了20%，他只會算最簡單的賬。43500塊的額度，他只取了1000，分12期還，每個月還100來塊。在他每月2000塊的生活費面前，這不過是少吃幾頓外賣，但換來的是及時的巨大的快感。他立即有錢買音樂節門票了，音浪讓他酣暢淋漓，散步場後吃夜宵，買單時也不需要遲疑。當該來的總會來的。從2023年5月那個下午開始，他的手機變得躁動不安，網貸短信和電話幾乎每天湧入，杜小滿的彈窗也隔1、2周就跳出來提醒他，還有42500元的額度未使用。彼時他正窩在家裡附近的圖書館備考研究生，手機每次震動都格外刺耳。眼見身邊同學工作陸續有了着落，考研的日子越發難熬。1個月後，李明在杜小滿上借了第2筆錢，還是1000元。至於買了什麼，他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當時心裡生出一種莫名的底氣。既然有夢想備用金，為什麼不花呢？實際上，為了讓李明多回平台轉轉，張揚們沒少花心思，也張揚還要讓李明這樣的人得經常打開這個平台，在屏幕連接另一端，網貸產品設計後台，李明們被算法拆成了各種標籤，平台據此推送不同的內容。張揚舉例說，中年人刷到的是孩子報課、新房裝修這類剛需廣告，像李明這樣的年輕人看到的則是該給你女朋友換台 iPhone 了，申請一筆夢想備用金之類的句子，字字扎在兜裡沒錢卻想撐面子的用錢軟肋上。光戳痛處還不夠，張揚們還會遞上一把優惠券，嘗試撬動那些開始對貸款感興趣的人的心理防線。只要能從這個人身上賺回來，多少金額的優惠券都可以發。多位在京東白條、抖音岳父、杜小滿等大廠工作過的人告訴鳳凰網，要打動用戶就得發券，5塊沒打動就換成10塊、15塊的，一張張往上加，反復試探，直到用戶心動為止，最高能發到上百元。優惠券的花樣也很多，前30天免息券、利息券、息費打折券，來回試探，總有一个能中標的。說這些話時，他們的語氣平淡的像在聊天氣。他不知道自己在割韭菜嗎？助紂為虐，就是這些人他也不知道，這叫互害社會，人人沒有底線。優惠券的魔力似乎比想象中更隱蔽。李明說第一次看到優惠券不會馬上想用，但會在腦子裡扎下根，等到哪天想花錢了，這種印象就變成了借錢的念頭。尤其是後期，當借貸成了生活習慣，免息3個月這幾個字就像白撿的便宜，讓他產生幻覺，借錢就是在省錢。4個月後，李明累計借下了2萬元的網貸，分12期還，在杜小滿上月還款從起初的100元漲到了2000多元。對於一個閉門備考、毫無經濟來源的人來說，這筆錢成了每個月的催命符。每當臨近還款日，他就焦慮的睡不着覺，滿腦子都是還不上該怎麼辦，找朋友借太難開口。
欠人情不說，關鍵是他不願意跟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借了網貸。不要急，因为网贷公司平台已經幫你想好了出路早已主動找上了門。他的手機裡早已成為各路貸款 APP 廣告的聚集地，借另一個平台的來還，也就是從另一個平台再借新還舊。這個念頭冒出來時，他覺得自己還挺聰明。其中的安逸花的轟炸最為密集。他翻了一圈小紅書，看到號稱平台大、放款快，順手下載了。第一筆借出2000元，轉手填進杜小滿的負債裡。接着是美團借錢、百姓銀行等4個平台，拆東牆補西牆。到這裡，消費貸用途已經超出了消費。即便平台在一些廣告和條款中提到不可用於還款，李明還是徹底陷進了以貸養貸的循環。一位金融業人士曾描述過這種普遍現象：很多存量網貸並非用於擴大消費，而是在為借款人的現金流續命，維持債務鏈條不斷裂。特別是靈活就業者、失業人群以及小生意經營失敗者。被諮詢一篇報告顯示，基於對5285人的調研，借新還舊的大額消費用戶是網貸產品的深度用戶，而李明也成了這樣的深度用戶。他用精神分析裡的3重人格結構來解釋自己的行為模式。現實中，他被超我約束着，也就是道德約束。進入網貸世界，他感受到一種主宰自己的自由，可很快欲望反客為主，本我就是原始欲望控制住了他，無法掙脫的互聯網牛皮癣，獲取你的手機設備號。2024年6月，借網貸1年後，李明人生中迎來了最黑暗的夏天。考研落榜，負債滾雪球到9萬，也就是借新還舊滾得特別快。你借的，你大部分都是還利息，本金全部還了利息，利息越滾越多。你看啊，從借2萬到後面9萬，真正李明自己花的錢其實沒多少，這裡面全是利息。他翻遍短信裡所有的網貸廣告鏈接，等來的全是拒絕。他晚上睡不着覺，翻到臨近還款的短信提醒，想到了輕生。他想給爸媽和最好的朋友寫遺書，坦白自己欠了網貸。其實我並不是你們心中那個很棒的人。眼看着第2天就要逾期，輾轉再三，李明還是告訴了父母。沒有預想中的暴風驟雨，他們只是讓他一五一十地講清楚欠債情況。接着他白天做兼職賺錢，晚上2戰考研，全家人每月一起還6000元。2025年3月，李明考研上岸，還清了最後一筆欠款，卸載了所有的網貸 APP。他曾以為到這裡前方就是錦繡前程，哪知道啊，6個月後他的負債總額滾成了16萬。為什麼？因為他已經習慣了。對一個靠借來的錢輕易獲得快感的人來說，慾望沒有那麼容易消失。他生活的網絡世界沒有發生變化，網貸廣告包圍着他。由於他按時還完了這些貸款，所以他反而成為網貸的平台的優質用戶。既然是優質用戶，那對他的各種營銷更加精準，更加願意花錢在他身上，綁住他，就可着一個羊去薅。你看這種邏輯設計，大家能想得明白的。那所有的產品經理、運營，他都是盯着這種優質用戶。你看借了9萬，最後借了10萬還能還，這玩意他就不會輕易違約，那就給他再更大的優惠，讓他去借，引誘他。2025年4月，朋友提議去旅遊，他想起1個月前打車，平台跳出一個彈窗，你有最高20萬額度待提取。當時沒怎麼在意，現在一個念頭復甦，就這一次應個急吧。於是他在滴滴上借了5000塊錢，分12期，每月還500多塊，正好是他當時工資的1/10。像李明這樣還完款之後又破戒，不是孤立。這些人有個疑問，到底是怪我們控制不住，還是網貸太容易了？網貸廣告就像互聯網的牛皮癣一樣，包圍所有觸網的普通人，而這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首先是算法層面的硬功。這個馮永強在網貸公司做廣告投放，公司多數的廣告費都砸進了騰訊和字節的信息流裡。他把李明這類用過網貸又不用了的人叫做離線人群包，將他們的行為特點拆解成數據標籤，
傳給騰訊、字節一方，他們會據此建模，平台篩選的人群技術，用於在人海裡精準撈取相似特徵的網贷潛在用戶。這就是你看，咱們把這個大數據營銷、精準營銷全部用在這上面。如果把這個營銷用在割韭菜上面，你想想吧，這個階段馮永強們最核心的資源是潛在用戶的手機號、設備號。之所以不是用戶的手機號，是因為容易觸碰保護隱私的政策紅線，只要下載了任何 APP， 前端就有機會採集到對方手機設備號。就是每個手機都有一個身份證號，叫創號或者叫什麼，手機都有，每一台手機这個創號是不一樣的，是唯一的。网贷公司可以找第三方，通過手機設備號獲取每一個用戶在 APP 上的行為數據，摸清楚消費和還款能力。鎖定目標後，緊接着就是信息轟炸。為了讓廣告飽和式滲透，馮永強的策略是投放集中在早、午、晚3個高峰時段，對同一個用戶廣告默認曝光達10次。與此同時，廣告語素材一周能迭代幾十到上百個，總有一條會打動你的內心。其次是社交媒體上各類帖子的軟磨硬泡。王清月曾是一家借貸平台的營銷負責人，他通過北京一所211高校的社團招募大學生當寫手，在小紅書上發圖文筆記，每條15到20塊錢，只有一條，不要硬廣，要講故事。這些寫故事的這些人，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助紂為虐，不太清楚。就為了一條10塊錢、15塊，他就寫這樣的故事來忽悠那些人去網貸。這些筆記精準錨定年輕人的物欲，比如買手機錢不夠，先寫個欠條拿走，內容專門瞄準缺錢的痛點。除了用學生號鋪量，公司還有合作的律師，利用律師號裡的專業形象為產品賦予法律層面的可信度。王清月做過一份用戶問卷，這種自媒體導流的方式貢獻了公司30%的新增借款人。所以我現在只要看到網上不管哪個 UP 主給這些網貸平台做廣告的，我第一印象就這個人，不管他的價值觀、他的什麼口號、他的人設是什麼，我認為這個人不是好人。不管他打造什麼人設，只要他為這個網貸平台代言的。這個文章說，授權徵信後，漏斗遊戲與算法黑活，猛獸已經放出來了。過去在毒小滿、李明只是1000的借，而此時在打車平台上，他1萬的借。他說自己感到害怕，可手指還是控制不住點了下去。錢去了哪裡？吃喝旅遊、買 CD 還有還貸款。他數了數，60-70張 CD 加起來3萬多塊。難以解釋的是，除了和曬旅遊一樣可以滿足虛榮心，這些東西都不是他真正需要的。但吸引他的籌碼還在增加。在打車平台上借了1個多月後，一天他在宿舍休息，突然彈出一條短信，打車平台給他的額度從8萬臨時提升到14萬，29天後失效。他點進去一看，還真漲了，而且確實能借出來。這種意外之喜還增加了幾分被平台信任的感覺。1個多月後，臨時提升額度的籌碼戲碼又重演一次。這時李明3-4天就想去借一下，這已經成癮了，這就是上癮機制。這在大廠網貸風控經理馮岳凱眼裡再正常不過。用戶一旦點下徵信授權，在後台系統眼中近乎是赤裸。他做風控，只要稍微放點水，就能把來申請貸款的人資質審核通過率從30%提升了35%。對公司來說，就是實打實的放款規模增長和利潤。這比張揚那套靠打磨用戶登錄頁面來拉新的做法效率高多了。在馮岳凱的眼中，用戶的徵信報告是網貸平台有針對性的調整借貸策略的參考圖。同樣是10萬的額度，你在我這兒只借3萬，那家卻借了10萬，說明那邊的利息更香。馮岳凱說，針對這種客戶，平台會主動提額度降利息，把他們吸引過來。這也是為什麼李明經歷了打車平台的2次提升額度。這個階段，過往借過錢的杜小滿、美團借錢也都在向他拋來橄欖枝。文章最後說，有錢不賺王八蛋，設計者與漏斗遊戲的底層。怎麼會有人把人生搞砸2次？當債務再次壓身，李明對自己徹底失望。這次是16萬，他不想再讓父母知道，他找兼職做水軍發廣告帖。你看做水軍不就是害別人了嗎？對吧？
所以這種人一旦走上邪路，走上歪路，只會越來越邪，越來越歪，最後是一發不可收拾啊！做水军發廣告帖，你不也害別人了嗎？一個月能賺3000塊，但自己每月貸款要還6、7千，可他找不到更賺錢的路，就是網貸怎麼把一個正常的別人嘴中的好孩子，別人家的好孩子，最後變成一個這樣的吧？這都是網貸的功勞。此時他只好怪自己虛榮心太重，回想起自己大學畢業那會兒，趕上了疫情解封，工作難找，但與此同時，在網上到處是光鮮生活的炫耀帖，他也想過那樣的生活。包圍他的網貸告訴他，借吧，這是最容易的路。隔着一層屏幕，網貸設計者們並不會逐一實際接觸像李明這樣的人，一個普通人的逾期率、获客成本、付借率、生命周期價值都被量化成數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設計者們對一個人的債務承受能力有很清晰的認知。文青松說，一個人在平台反复使用4年，財務肯定出了問題。王清月說，一個人的網貸金額超過他年收入的25倍，很難翻身了。什麼意思啊？你的網貸金額超過你年收入的25倍，你基本上就已經完了。為什麼？道理簡單，就是你的收入連網貸利息都扛不住了，那你這個貸款只会越滾越多，这不跟地方債是一樣嗎？你這不就廢了嗎？在朋友眼中，李明還是那個博學淡定、愛收藏唱片的優質青年。可只有他清楚，在精密的算法下，他透支了最後的額度，已從優質客戶淪為數據塵埃。很長一段日子，他把自己關進房間，隨手播個視頻當背景音，便開始在小紅書上機械地滑動手指，屏幕上擠滿了各種歪門邪道的解決方案。他一邊告訴自己這肯定是詐騙，一邊又忍不住點進去，萬一有用呢？他研究過成癮機制，你看看，學心理學的被人玩進去了。人一旦沉浸進去，滿足感強烈時會蓋過理性，就像坐在賭場裡的人，他們開始去賭場只是想玩一玩。輕生的念頭曾經再次浮現在李明的腦海裡，他害怕的不只是這16萬還不完，他更恐懼的是如果活着，未來還會不會再犯一樣的錯誤。一切都是從查看額度開始，但到底是從哪一天起，他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沒有人能回答他。這就是鳳凰網他的一篇報道，叫8名網貸設計者揭秘大廠如何毀掉一個普通人。有看我節目時間比較長的網友知道，我從剛開始做自媒體的時候，2021年，我那個時候就特別反對網貸，我批評阿里，批評騰訊，還有百度，還有360。為什麼？實際上道理我就不講了，這道理大家都懂。我身邊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有好幾個晚輩啊，都是深陷網貸，他們就跟李明是一樣的。所以這個網貸平台可以說叫傷天害理。當然了，你可以說他們虛榮心，你可以說他們家裡沒錢還去裝，但是鳳凰網也說了，當一個打着高科技的旗號的這些企業，把他的算法，把他的算力用來對付你，用來挖掘你的弱點，他那麼多人從法務到產品經理都在設計一個又一個的套路，一個又一個的坑來針對你的時候，你說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你怎麼可能扛得住呢？你不能老是要求這些普通的孩子一個个都像經歷過幾十年的世事的，經歷過風雨的，摔過跤挨過打的，事實上做不到。即便有很多摔過跤挨過打的，他一樣也會被網貸害了。也就是說，當人家把那個先進的技術、那種算力用來對付你的時候，你說你是個赤手空拳的，你是渾身都有弱點的。我們每個人都有缺陷，都有弱點，人家就專門抓住你的弱點來攻擊你。你說你誰能扛得住呢？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科技公司啊，這是最讓人不齒的地方。就所有的大廠，只要他有了用戶，他就開始放貸款，無一例外，連微博都在放貸款。你說對吧？這已經叫無以復加。為什麼說淺一點呢？就是叫不割白不割，我不割別人割，那我也割，我不要顯得我道德高尚。你看微博就是這麼，我不割，那美團不割了嗎？連抖音它也在割啊，微信它也在割啊，那我不割，我活不下去，是不是這個邏輯啊？人人都割，這平台啊，只要有了用戶他就割，
他怎麼割？既然割，那就認真割。所以他搞一個團隊在那天天研究，這個用戶開始給你畫像了，各種特徵提取出來，怎麼樣給你精細化營銷，怎麼樣讓你掉坑裡面？他就天天研究讓你掉坑裡面。那你說這個世界好得了嗎？他好不了。那你就是國家你怎麼管都沒用，人家總會擦着底線走。你說不能這樣，那行，咱換個方式。因為他養着一批人，天天怎麼研究，怎麼繞過監管，怎麼樣讓勾起他的欲望，怎麼樣讓他去掉坑裡面。所以我在想，隨着咱們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算力的发展，未来針對我們的這種坑，那只會越來越先進，越來越厲害。你稍不小心你就掉進去了，嚴重的就是家破人亡。當然在這裡我也得澄清一下，我不是反對這種金融行為，比如說放貸款、借錢，這本身是一種正常的這個社會发展所需要的。我們不能把放貸款一棍子全打死，太極端，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總得你或許你就有困難，你就要借錢，沒毛病。那你這個時候實際上你有需要，你要借錢，你跟親戚朋友借，他也借不了。這個時候一個平台跟你借，這多好，這本身是一件好事，這是一種雙贏。但是在目前咱们背景下，什麼原因導致的咱也不說了，大家自己分析。它平台它不是這樣的，平台錢借不借給你，它不是說你缺不缺錢。實際上中央網還沒整明白，就是網貸公司平台要借錢給你，它不是說你缺錢我借錢給你，它恰恰是要借給你不缺錢的。也真正缺錢的不好意思借不了，因為他怕你不還。他怎么不去印度给人放貸款？你印度人真不還，所以金融行業就被这些人搞得烏七八糟的。真正想借錢人借不到，不想借錢人他就引誘你來借，讓你上當，慢慢的把你掏空為止。掏空之後你就變成個數字塵埃，你沒有價值了，因為你後面還不起了，不能再借了，是不是這種？我們批判的是那種這種處心積慮、絞盡腦汁的引誘你去借款的，去提前消費，而恰恰學生孩子們。他就沒有控制力，他又缺錢，他也想消費，他沒有辨別能力和控制力，網貸公司就瘋狂的給他貸款，引誘他。為什麼？因為知道他爸媽一定會還的，他爸媽勒緊褲腰帶，砸鍋賣鐵也會把這窟窿給堵上，所以他們打的就這個主意。如果真的你已經借不到，你已經對吧？人家大數據算出你已經榨乾了，不好意思，你1毛錢你也借不到。所以說我們批評的是這種絞盡腦汁，奔着賺錢去割韭菜的為目的，就是引誘你去借，引誘你去花，最後你爸媽來還。我身邊好幾個晚輩都是最後他們父母還10萬、40、50萬的，都是打工，這是血汗錢，都是在工地上搬磚攢點錢，最後都替兒子或者女兒還這些錢去了。而這個比如還30萬，實際上真正花的恐怕也就3、5萬，剩下全是利息，全是那種利滾利，這就是吃人不吐骨頭。所以這種喪良心的錢依然有很多人去賺，那就禍害社會。你看李明就這樣的，自己被人害了，他馬上在網上開始當水軍去刷帖賺那點錢，這個社會它能好得了嗎？好不了。當馬斯克，當這個蘋果，當黃仁勳在仰望星空、星辰大海的時候，我們的這些科技新貴在琢磨着放貸款。這次美國這麼多企業家來，我估計雷軍最想的就是怎麼樣給他放一筆貸款。所以我們也要強調，這正常的金融活動咱們是支持的，不是說對這種借貸就一棍子打死，這個沒有必要那麼太極端。但是我們要對這種互聯網大廠，這種人家法務團隊、專門的產品團隊在那研究你、琢磨你怎麼樣去引誘你來把這精力全放在這兒，哪個孩子經得住？何況就不要說孩子，現在成年人是啊，你買個東西隨便一點，不知道怎麼莫名其妙就分期了。莫名其妙，你本來你用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寶支付，我已經認可了，但是你不知道你這麼一點就變成你開通了什麼京東支付、抖音支付，你不知道怎麼開通的，对，它已經變成這樣了，你知道吧？所以這個事情怎麼解決？我認為靠監管解決不了，因為它根上爛了。我在5年前就做節目，就反對這種互聯網平台這種貸款、網貸、花唄、借唄。5年以後，現在你看看。有改變嗎？沒有改變，只會越來越嚴重，因為監管它的人出問題了。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